我哋一般嘅習慣咧，就一層一層咁接上去。咁大家可能都會發覺啦，個衫就越接得高咧，就會變得越嚟越緊啦。如果要接到手踭嗰個高度咧，其實都有啲吃力嘅。但其實最大嘅問題咧，係你想將隻袖放翻落嚟嘅時候，我哋就要一層一層咁將佢反翻落嚟。咁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係一個咧比較方便啲啦，同埋有層次啲嘅接袖嘅方法。首先咧，第一下我哋就將衫袖拉到高過手踭嘅地方，個 cuff 位咧應該去到手踭嘅位置咁上下。跟住我哋再將手踭以下嘅布料咧向上接。去到啱啱好同個 cuff 位對齊咁上下嘅位置啦，又或者可以露出少少 cuff 位，有啲層次感，咁就完成啦。咁樣接袖嘅優點咧，就係萬一你需要着翻件西裝褸嘅時候，佢可以好快咁拉翻隻袖落嚟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嘅分享。